乡亲啊，继续来看南投的德山镇农会辅导有成。这个德山的木瓜品质有够赞，即卖卖到台北的价钱拢真悬，一斤桶啊卖到120块。这就德山在地种木瓜的农民，我那感觉真骄傲。 这个伫德山的农友本来咧种薰草，后来经过德山镇农会辅导改种木瓜，这个农友会当种出遮优质的木瓜，拢是因为德山有真好的气候。虽然敢若种4冬尔，不过效果真好。在这种极端气候的成长过程产生来照顾出这种木瓜是来感觉做无简单的。 镇长真肯定农民的用心，这几工来，德山的木瓜送去北农卖，价效拢真好。我们竹山镇的50公顷的这样木瓜的话，事实上它的受伤损度没有很大哈，所以说送到台北市果在应销市场时，价格才能够保持得那么好。在那个北农市场的拍卖最高价都是竹山的木瓜，觉得非常感到骄傲这样啊。 即马德山的木瓜卖到台北的价钱拢是上悬的，一斤会当卖到120块，木瓜伊会感觉真骄傲。